罗西亚甲乌克兰也咧战，美国的白宫甲国防部长奥斯汀昨拢证实，将要有3000个北韩的兵仔奉派去罗西亚远东地区。虽然目前也无清楚因要创啥，不过若是到时是要甲罗西亚斗战争，这战争的情势就会变甲愈来愈严重，对欧洲甲咱亚洲来讲拢真危险。乌克兰甲南韩顶礼拜拢根据证据指控，北韩咧向俄国派遣士兵协助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了后，美国白宫甲国防部长奥斯汀第23日证实，至少3000个北韩士兵被派去俄国远东地区。佮强调北韩的介入会互情势升级非常严重，而且对欧洲甲亚洲各国拢会造成影响。Russia is suffering extraordinary casualties on the battlefield every single day, but President Putin appears intent on continuing this war. If Russia is indeed forced to turn to North Korea for manpower, this would be a sign of weakness, not strength, on the part of the Kremlin. 德国甲英国国防部长23拢对事态发展严重性表达烦恼，佮谴责冲突升级的可能。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干事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朴胜元表示，南韩国家情报显示出，今年年底进前，可能会有差不多1万个北韩士兵投入乌克兰战争。这项情报来源真可靠，不过被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兵力目前也无投入战场，大部分分散在俄罗斯国内各个训练营，目前应该是在适应阶段。 현재 추가적으로 1,500여 명이 더 파견된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래서 이제까지 러시아로 이동된 총 북한군 규모는 약 3,000여 명으로 판단하고 있다라고 하는 것이고요. 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情报单位研判，北韩目前已经储备上济用支持3个月战备物资，而且开始协助俄国生产军用物资。 南韩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姜大德提到的资料显示，北韩已经透过海军向俄方交付超过2万个货柜的物资。根据推断，那其中载满152公里口径的弹药，俄方所得到的数量可能有940万粒。另外，北韩也可能向俄方提供112公里口径的火箭弹、俄系战车所用的炮弹、用人所在的防空飞弹、甲反战车飞弹等武器。公视新闻新竹报平阳。